根据环境部发布历年人才就业趋势报告，讲2024年全台湾将近3600间企业欠历年人才。这环境部伫咧3月底有和全国28间大专校院合作，成立着净零历年人才培育联盟，要培育人才。拜环境部呢也和台湾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，要开专业的课程。 环境部长彭启明和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欢喜握手，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。拜环境部和台大签订气候行动甲环境永续合作备忘录，因为目前全球拢正积极咧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的政策，减碳是国际趋势甲目标。环境部表示，亲像气候变迁和永续发展的人才培育，要安怎进入台湾的韧性，和产业界的实务经验结合学术研究，是这个合作的目标。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务的气候的经验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大学能够来近邻方面可以更积极，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师资。那我们很多环境部的优秀公务人员，面对未来的气候的挑战，也需要更好的管理的知识，所以各方面呢，我们都需要台大来协助我们。经过环境部发布的历年人才就业趋势报告，2024年全台有将近3600间企业欠缺历年人才，平均逐个月人力需求每月2.2万人。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，气候变迁是全球上严峻的环境风险之一，这个合作会特别针对公职人员、产业界来推动温室气体减量、移除等等的研究，结合台大伫气候永续议题学术能力。伫个即个环境方面的课程，已经有过来的迄个学位学程甲迄个中心研究中心咧做啦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阮进一步甲伊扩大，并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会当来修这个课程，来培养咱国内所需要的人才。台大表示，目前预购新课程会伫114学年度开始推动，到时阵农学院、工学院、理学院，佮有管理学院拢会规划课程，也按算办理论坛研讨会，互历年人才培育佮较有专业性、系统性。希望透过下部会合作，提升台湾对气候行动的社会认知和影响力。记者张家伟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